你好，你叫咩名啊 我叫 Hetty Mustika Wardani。 ？OK，今年幾多歲我今年37歲， ？OK，結咗婚未？未好啦，咁啊，你喺香港做咗幾耐？差唔多6年。 6年。係 OK，第一份工作喺邊度？之前我又係屯門，又係灣仔，而家我喺屯沙田。門。屯門照顧幾多人啊屯門照顧婆婆同公公。 ？OK，幾多歲啊70歲同埋75歲。 ？OK，健唔健康㗎？健康。健康嘅，洗衫煮飯買餸係咪啊？要啊好啦，第二份工作喺邊度啊？喺灣仔。喺灣仔，照顧幾多人啊？照顧婆婆。一個係咪啊？係啊婆婆健唔健康啊？健康。幾多歲啊？婆婆？婆婆89歲。你係洗衫煮飯買餸係咪啊？係啊係啊。好啦，第三份工作喺邊度啊？而家喺沙田。沙田，照顧幾多人啊？照顧2個人。公公婆婆啊？唔係婆婆同小姐。哦，婆婆同小姐。係啊。咁啊，婆婆幾多歲啊？婆婆78歲。咁啊，健唔健康㗎？唔健康。唔健康㗎，要換尿布沖涼係咪啊？係啊。好啦，咁啊，你識煮咩餸啊？我食住炒飯、炒蛋、煎水蛋、煎雞、煲湯、炒菜、煎雞蛋咁啊。蒸排骨得唔得啊？得係嘛？係啊。咁都幾叻喎。好好啦 thank you，同先生太太拜拜啦。先生，拜拜，拜拜。